對犯已經滿減。2分，英華4號劉俊熙，球感抽請求責任㗎啦喎。英華中路嘅啦啦隊喺邊？仲有球感抽嘅啦啦隊。犯規，英華4號劉俊熙第2次過犯，對犯滿額。打少個，唔係打少個，你嗰邊就好撚多人，而家係射個球嘛，罰球線上面係球感抄5號黃子健2罰機會。如果入咗咧就都冇穩陣陣嘅。做乜撚嘢炸板啊？咁先好笑。8秒超時為例。英華書院請求暫停。2分鐘啊！咁都9分喎，都8分，都有啲難。你打咗有公費。喂！2分，英華4號劉俊熙。有少個真嘅。空晒。2分。啱啱入球嘅係英華4號劉俊熙。犯規，英華10號何以陽第2次過犯。罰球線上面係球感抽8號陳竹文2罰機會。入啊！哇！得過。踩界，回後場為例，英華球權。
後50秒。犯規英華4號劉俊熙第3次過犯。入嗰兩球安全，入嗰兩球罰球安全。線上邊係球錦州6號曾澤源。一球，英華書院請求暫停。球錦州嘅球權。3號公仔，超時為例，英華球權。要跳高傳波。上博3分。3分球，6號，英華6號余之俊。抵抽啦！其實抽筋都正常嘅，但係今日晏晝12點幾可以射多射到而家。暫停時間完結，time out。